喺欧美地区，嗰度冲茶产业有8个年历史嘅国家，经典嘅古董茶係本人看作從藝術品享用安尼收藏整理嘅，喺台灣安尼嘅文化和睇天天嘅形式。除了本人認為講，也係有效人能有才調教嘅，主要還係對一個維護收藏會有疑慮，嗰個係法令限制。所講嘅法令限制係驗證老茶嘅安全設計、及環保、過時嘅。唔合乎現代嘅要求，其實喺台灣街路上還係有古董茶，本人專做交通工具、免疫路體使嘅藥，愛收藏也冇問題。假使法規有適當嘅來檢討，台灣古董茶嘅發展空間應該係真蠻大。这里，好，謝謝啊，唔該。張坤賢同伊嘅門口等等專營客，等車都上茶嘅，做一類再加進貨。一到人操慣嘅技師嘅茶嘅，都係固定嘅人客。一套茶走30多年來，加上有人問到一個問題，幾場茶唔係都係黃色嘅係，做乜夾茶係唔係喏？連到伊嘅門口都係有人話人問。啊，唔是口黃色嘅。唔是，你以前嘅茶，你以前。陶博村做行之驗用嘅時間規定嘅，以前一餐唔判，行之驗用陶博村上驗時間規定要做黃色嘅。寶藍色機場茶同董事健康當數年注意，張坤賢當日做到茶係出得點奶奶，一台茶係1978年出廠嘅義隆勝利白蘭3型柴油茶，加2年做40年嚟，桃園1公升再回到12公里，又上游又好使，佢當日就試出去專營客。那條全縣哈有辦一個聯誼會，勝利，這個是勝利的車子嘛，全省有辦的，我們有主辦的哈，前2年來只有14部，但是14部裏面只有我一台計程車，好，其他的呢還是有計程車的，太遠他不敢來了。內邊亦係記得嘅義隆勝利，一般係對一台茶嘅講起時，佢記到他家90度嘅價車，泰國佢賣到幾多錢？佢唔單槍喺台灣頭一台柴油國產海亞，咁樣是佢做喺國產嘅高級茶，係一般民眾嘅 Benz。一台茶係30多年來，只會賣200萬公里。你標一費是10萬啦，啊，就10萬費的啦，啊，因為921地震之前啦，我有做。用個鴿子訓練鴿子啦，南北在跑了22年啊，所以呢，我的公里數才跑那麼多，啊，一直跑到現在，大約快200的啦。它這個過程是比較特殊，跟我們現在的不太一樣。因為它這個早期的它的葉片都比較小。老茶清態問題最後讓維修，董事健康收茶廠嘅老師傅羅世勇，種茶係種係為20年，對學士嘅做學為讓改裝冷氣，一台茶頭家數行，幾件名係為40年。那保養萬一冇零件嘅時候，我就請個老闆，他有2台報廢車，衝過呢，我呢安排佢我喺面擦。你這個講嘅部分哦，有動力方向機哦，這個入中啊係。我哋自家是設計嘅架做起來，連啊壓縮機啊、冷氣啊，起碼我哋自家是設計嘅架來改裝做落去呢個冷氣。這個車頭擺來吼冇冷氣。喺講一般嘅古董茶喺上海走落嚟試出去嘅波，一台老機場茶就像喺當年練抗天和雜咕咕嘅茶和味出都當好。那而家呢台茶茶礦哦，你還是20年冇問題啊，因為啲保養各方面嘅零件，總係要得個真優良嘅零件。主要是太台後車上游，我哋超油呢，按照經濟嘛，較上錢嘛。還不是只有感情，你在路上跑有些那騎重機的人都是比這樣子呢，你那個。感覺就很爽啊！
罗斯用要保留一台宇龙速力3人3型的西部车，一台係1986年，要做30年前的台灣國民車，也拉羅志國聽得佢腔下，留佢長到好。路上遇到一个朋友同号的，他看到我们这个303，他很喜欢，他说：“你车是在慢爱嘛？我当家己眼啦，台车有个有个黄色的当家己。”遇到本人一接年就認出佢係原裝車，唔係改裝嘅。方向盤係去日本對報廢車一項拆下來帶進台灣，對噴漆到地度嘅狀況都盡量用原廠嘅藍鉛，亦係為搞古董車嘅人都有嘅想法。撕了台車感覺一氣美。大家路況哦，勁寬，七家感覺特別的驕傲啊！有可以把這個車整理得這麼漂亮，也希望有同好一起來整理這個車子。我不知道，就是說，現在我們台灣人什麼就是大家一窩蜂都要創造一些什麼高科技啦，或者是量大的啦。那因為合勤是比較特殊，第一個，我們做這個資金不用那麼大。古董車沒大量製造嚟降低成本嘅市場，係生產無多，冇做走定迎合需求嚟作為市場。像也係保時車9月以前嘅後引進改嘅，為到設計出合乎 Q 車型引進改嘅，藍鉛工廠當地嘅大粗線嘅模嘅。為到了保時捷911吼，是開發當到模啊吼，像個引進改是用到合勤來開發嘅。呢部車咧係銀行來接受引導來維修吼，引到了上路的啦，吼，人權啦，吼，來做所有的更換，吼，做好以後，銀行是做到引進改條調轉去，是變成一台新車。現在全世界的人都經濟上比較好一點的國家，一定會照一些什麼物質這方面去講的。你看，我們做這個時候這麼多年來，每年的時候，它成長的時候嘛，都是在20%、30%這樣成長。路車市場有幾好誒？看藍鉛公司嘅發展有幾好做啲嘅，佢做咗差唔多30年，也有5、6千種藍鉛嘅產品。對清做漳州部分嘅藍鉛，也做到幾台車就做起來。一年嘅營業額至少5、6億元，毛利大概有30%。韓國當年都成長，用路車嘅車殼誒來改裝嘅文創產業，和當有生意好做。何謂老車的文創工作？因為台灣來講，這些年輕人。這些創意工作者能夠把一些的零件也好啦，我們的所謂的板件也好啦，能夠把它集中起來來去發揮，那這個來講是最棒的。這個產業上面，我相信再做50年甚至100年啦，都不可能會淘汰，因為這個你不可能會取代，因為你的模具很多東西需要模具嘛，這是一個。那另外一個就是說，它是在白人的眼中的時候，這好像一個文化。後面有百年老車文化，相對來講，同台灣生態問題就係法令限制當多。從一台1959年雪佛蘭茶檔大開車，操型 NTP， 全台灣只有一台。這樣是茶檔愛開愛關的設計，主要天通嘅概念嘅。不過因為唔合乎一下安全嘅法規，根本冇辦法兩排道路行駛，捐靠到天天嘅蔬菜試來試去，也喺台灣古董車單都會遇到困境。那為什麼不合理呢？因為我們繳稅嘛，政府要稅金很合理啊，所以為什麼不公平呢？因為我可以從國外買車子進來，61%的稅，那為什麼我不能開在路上呢？希望說在我們的推廣之下，能夠讓老車合法上路。台灣搞古董車嘅人不但四四散散，都見天天嘅始終起來，形成一個產業鏈同產業文化，大幫相關嘅藍鉛進來建設，看得出幾個有比歐美國家有更加大發展空間。